北京舉行，超過400位演藝明星、企業家同藝術家出席，包括陸毅、袁莉、那英、黃曉明、林志玲更加係一身銀色嘅長裙閃亮全場。劉亦菲同姚晨就以高貴拖尾晚裝上陣。而全晚其中一個亮點就係曾經傳過緋聞嘅成龍同埋章子怡啦。佢哋前後腳現身紅地毯，成龍同着上斜膊長裙嘅李冰冰拖住手現身，而冇幾耐之後，着上 DV 連身衫嘅章子怡就同韓庚一齊到場。成龍一向熱心公益，呢晚佢亦都非常活躍。活動未開始，佢就已經喺紅地毯上呼籲大家踴躍做善事啦。2年前我舉辦了一個巴沙成龍慈善夜，就破了紀錄了。今天給我的壓力很大，能不能再破紀錄？我相信，我一些好朋友對我非常有信心，我自己也有信心，因為所有的上團1分1秒都去到所有的要幫助的人裏邊。再一次謝謝媒體，還有你們給我們的幫助支持，謝謝你們。呢晚唔少名人都捐出私人物品以供慈善拍賣，好似林志玲就將拍戲着過嘅婚紗捐出嚟，而成龍就捐出佢珍藏嘅國畫同埋一隻手錶。呢隻全球獨一無二嘅手錶更加係籌得550萬，成為全場之冠。成個慈善晚會總共籌得3263萬人民幣嘅善款，破咗大會歷年紀錄㗎。